林老师还有各位评审老师各位入围的同学，还有我们的入围的这个好朋友们以及我们各位媒体记者先生小姐，各位与会的贵宾大家午安，大家好。好。刚刚我比较晚到，所以我大概看了3部半的影片那也非常的感动那刚刚好像演这个爸爸跟儿子的，应该是可能都是中正大学的同学叫同学爸爸，我看他差点笑场。那不过非常的生动，非常的感人，也很深刻。那看到这些影片，我觉得我想到一句话，一段话。魏德圣导演他在正兴街有一间店，那间店叫什么？叫台南特有种。台南特有种。那我想这一段话应该是双关语，就是说台南人特别有种，特别这个与众不同特别有自己的坚持特别有种。那另外台南特有种，台南人也是一种特殊的品种，这个在全国的这个各县市里面，我觉得台南人跟宜兰人大概都是对自己的城市、对自己的家乡有一份特殊的这种自豪、特殊的这种荣誉感。像我太太是台南人，那从年轻的时候，我只要跟她在台北到去吃小吃吃饭，伊就跟我讲这哪会叫太假，这哪是阮台南袂安尼的这种美食。那这就是台南人对自己家乡的口味的一种肯定跟坚持。所以往往会水规划波水我就给三甲。那我觉得今天我们用这样的影片，就是来发掘台南的特有种，发掘我们台南在地的，包括我们很多职人，在地的很多文史工作，对很多我们台南有很多那个文史工作者，对老屋对环境保护，对文史的这样的一个传承非常的坚持，甚至投入毕生之力。那也有很多这个职人，也许他是在餐饮，我想也有很多餐饮界的职人他们是有所坚持，像行李就后一个坚持完了不增加人手，坚持就是这个人要慢耕出细那或者生意很好，他就坚持卖完就休息，不会说这个旅行以后要增加这个份数，增加分量那去降低它的品质这也是一种台南的职人的坚持所以我们的各行各业，我们的各个领域有很多值得发掘的故事，很多让我们引以为傲的一个地方那我们也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这个叫角色之城我们透过这样的每年这样影片的竞赛让更多的故事更多的值得我们来珍惜的地方、珍惜的美景，更多感人的付出的职人能够被我们报道，被我们来这个发掘、来体会那我想透过这样的一个影片，其实可以把这个城市的美好让更多人知道。那这一次非常感谢经文处的举办，那也阿宙老师这边的一个策划。那我们总共有80几部的影片，那也恭喜今天10部入围的影片你们都是在业界在这个行业的一个佼佼者。我想很多刚刚许处长讲的，很多应该都是未来明日之星未来的导演。那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我们这样的比赛，透过这样的影片，让这个城市的美好被更多人的发掘，那也让我们全台湾的这个同胞对我们台南更加的喜爱，那也提升我们这个城市的光荣感。那也希望透过这样的机会，让我们的影视产业也能够在台南来扎根，来蓬勃发展。然后再一次的我们祝今天的这样的一个活动顺利成功，而且带来非常好的成效，带来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感染力让这个城市的美好被更多人来发掘那也祝各位
这个与会的贵宾，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大家。谢谢，谢谢，谢谢市长。那么接着呢，就来到我们这个颁奖典礼也是我们最紧张的一个时刻了哦。刚刚我们欣赏完这10支呢非常精彩的影片哦，所以接下来我就要先邀请到我们的颁奖人，邀请到我们的处长，有请我们的谢文初处长。